天你就都了比唔系我嚟做，天你要变做是菜嘅菜天，因为了比有火山，因为了比有河水。了比做的太你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生活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天你就都了比唔系我嚟做，天你要变做是菜嘅菜天，因为了比有火山，因为了比有河水。了比做的太你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生活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这样子明天是可以干嘛了？你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能是山上日夜温差比较大。乱讲！前2天问你也这样讲。你看你现在穿成的这个样子，你根本就是生病了吧？可能是着凉而已吧。有那么冷吗？有啊。没有吧？很烫哎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都已经这么烫了，怎么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？走了，我给你下伞了。不要了，现在走的话，三老鼠就来了。都已经这种状况，你还管什么3老鼠？就算他真的来了，你能怎样？瞧不起我。我说真的，我不想看你倒下去。是，好不好？我听到声音了。你已经有幻觉了。我不想去了。你哦，你这样讲他什么话？你有多少年没有带过小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妈找所长。然后你现在请问有什么跟我事情说你要帮我带小姐，要几点？我跟你说不可能啊，跟我说也可以啊。你好，我是值班警员高尚伟。跟那个东西没有关系啦。他跟你讲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要找小杰，我们找不到她。小姐，你要讲话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小姐今天早上去台北。啊，她真的去了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今天早上她留了一张纸条给我，就说什么？他留字条给你。他离开之前去过你那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在我那边住了一个晚上，那早上就走了。那你跟他说了什么？说聊蛮多的，就讲一些去台北要注意的事情啊，然后他还提到很多他感兴趣的事情。
感兴趣的事。那你有跟他说台北有多危险吗？还好吧，小姐，走到哪里都危险啊。啊，台北交通是比较乱的。你是个警察哎，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未成年小孩离开这啊？他已经高中了。你是局外人，当然可以说这些风凉话啊。不用担心吧，小孩子去走一走，他想回来就回来那小了。姐有提到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不用问他，问他也没有用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是吗？你如果很担心的话，你要不要留一些资料，然后我们有他的消息就马上通知你。钟文仪，找到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哦。好，谢谢你。那如果小姐有打电话给你的话，跟她讲说我在找她哈，谢谢哈。接啊！喂，幸福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喂，谁受伤啊？喂，喂，我说，喂，喂，喂。所长，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有蛇啦！刚差点咬到你耶！有打到你吗？国文，你是不是被咬到了？没有啦。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哎。国文，活不出去啊！所长，要飞给倒位，怎一枪输唔到？来看是有状况哦，你问咩？所长，演清后了就送山了。给你下，给你下张床面。所长，你平常是老小姐给妈妈，那边冇买一点吗？真少啦，如果有事情啊，我就先去打电话。你完了？无啦，无那样的啦。你喺呢个想，应该较接地的老小姐甲妈妈讲较大会发的。多讲法，你老囝嘛吼，就会有法讲到无法，当离开，也较没有乜解好讲。咱应该吃到安尼，小杰听说动艰苦，有用啥
纯粹记啊，我迄个你，你下看起来，伊像严肃一样的。小姐夹到底度啊，去难做的。今安样吼，无讲伊送吼，就走摕吼，就会唔错啦。听说会咸的啦，咸的高级吼，伊迄都蜕变吼，就说连马该事情都考虑，几张干伊个啊。你莫问枸杞，马个，小姐啊，问佮做嘛去台北，我去台北做嘛去。好搞咩？在都地方嘅生意呢，就好搞咩？搞定就好快啊！是不？竟然可以吃到野龙饭嘿，还没头跟你。阿丽啊，阿丽来啊！哦，我去顺路啦。你请小姐呢？没啦，没。你要伫小姐唔跟着？哦，头堂阮伊良姊妹讲的啊，啊，搁说啊，上讲要来摸一下手状，唔歹去讲来做对方方的嘛。哦，伊咧伫拄啊？伊模样的啦吼，你较便宜嘛？5年有啊，伊有带你去台北，你像老小姐叫妈妈讲爸讲你无毛关系。你咯，礼拜拢安尼啦，你心内想吼，下趟请袂讲看哪算啦。错啦，啊小姐去台北了没？应该是啊，也治疗当风安尼讲的。啊又讲伊要海个叫。无。好啦，加减你去啦。迄讲了海运老伊讲就要发哦，惊身体可能要靠下。好啦，我们有时差的时候休息啦。来甲人讲哦，啊，等下伊台北做嘛个？哎，昨天中午就讲的哦。伊啊吼，安尼台北咧唱片公司指引，然后吼，谈到伊记起带迄个欢喜，我说吼，伊请伊公看下身，哎，我一天会出唱片呢。迄个你无人会讲咯。啊，伊根本伫遐，伊讲啊吼，就算伫个，毋茫要答伊。嘛该就毋讲，嘛是伫咯。敢人见要伫个哈，啊见伫个吼，就好我来同伊讲，无搁欠的啦。好啦，尽量啦。嘛搁清凉啊！啊，小姐脾气永远毋伫你，啊，好我来同伊讲啊吼，伊会疼啦。你挨个脾气咧？你挨爸该时间，佢用办法挨啊？唔知嘛？那两个人啊，相同啦。也是对无强用的吧？啉茶啦，啉茶啦。听讲你有事情无？无啊。有事情。跟你想要做嘛该无？滚！吃点东西。是不是？你至少吃一点，你有体力比较好。你都在冒冷汗了。是没有胃口，肚子好痛。你病了，我要打电话请所里支援。你要打给谁啊？
新来的。你好像很不喜欢他哦。没有不喜欢他。你虽然对他很不错了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。我也用不着喜欢他，他不要替我们添麻烦就好。你知道他来干嘛？来观光的，来玩，像个观光客一样。这句话比较贱。不过你不要小看这种人，老天爷最眷顾这种人，看太多了。先吃吧，命都没了，还什么命运之神、老天爷？真正嘛，我等到几时？啊，讲嘛较贵的，哪有七度底下味的？哎，真正嘛，等啊，冇咩嘛，等。你台搭帐篷，人家空树草咧等你，你那带去叫。啊，等到过年期嘛。对啊。哎呦，那玩用的，我老阿宋哥讲一下嘛。是了，讲嘛该讲。慢打电话。我电阿宋哥。喂。喂，这个。哎，你嘛？七条上去人家都在顶下。七條都上嚟，啲條前天天啊，係。啊，真的呀？係啊，我慢慢留去煮條頭啲啊，係。咩啊？係。冇電筒哦。我啲啊。我電哦。因為電嗰陣，嗰件嘢真係逢台屈來啊，啊。咩啦？我俾你殺到咗佢啦。俾你殺到啊？點樣樣乜事？我等嫌只帐篷搭到佢會唔知帶去叫咧。你七條唔知阿松哥咩宿舍嘅咩？啊，咁樣你也會嘅。好啦，我嚟逐條看狀況啊。有乜嘅事情啊，嗰陣聯絡。做人唔好講太叫啊。係咪你等啊？我賺嘅錢很難賺到。好，我等來等啊，嗱，看你等下嚟等啊。等暗部頭上看做啲歌戲嘛，啊，行下演到誒。周总，你好比啊，哪天他这个9号公路入山口这片啊，有看到一台茶伊冲喺山路处诶，好诶，俺要继续查下伊个，好。
作比较忙一点，所以事情会比较多。收多久一次来着？6个多小时啊。那关山那个地方最近天气怎么样？差不多啊。正好我一个朋友最近刚从那边做一些生态的调查回来，好像还蛮好玩的。关于稻作的病虫害啦，跟那个区域的这个整个环境的相关联。小赵啊，你给我吃什么啊？你现在是不是在拉肚子？拉黑黑的东西出来？对啊，那就对啦，你的病快好了。退烧了。这是我阿妈教给我下去草药，很有效。好一点。对啊，还不敢吃哎，硬撑。不过拉一拉肚子有点饿。什么东西吃？我去帮你拔山菜，山菜很好吃，跟我笑。等一下。喂，喂，小杰到了。哦，还好吗？还好啊，吃过饭，现在在看电视。他为什么到你那边去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来台北是去唱片公司试音的，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不知道哦？那你对小杰知道多少？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说你有多照顾他，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？没那么严重啊，他只是去台北试音而已。你不要这样宠他吧，你这样宠他会很难教。他不用教吧？小杰很乖，只要你肯接受他。我要跟他讲话。小杰，你爸要跟你说话。喂，他不想跟你说话。哦，终于接电话了，林少猫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有没有状况？我差点被蛇咬。哦，真的假的啊？有用的吗？冇事了。哦，还好就好。我冲了，我已经在山路上了，嘿嘿。你在山峰做乜干喏？我啊，就受众啊，怕你们会出状况嘛，所以就派我上来了。对了，县警局那边已经联络好了。哦，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会上来，所以我们等下会合。太低了。对，我刚刚在山路上有看到那个米奇老鼠的踪迹啊，所以我会先跟一段。哦，我们等着会合 ，OK？ 好了好了。好。药有保养啊，无保养。哎，什么？你干嘛改？啊？你干嘛改啊？合法头唔识得看。你来山顶创啦，啊？哎，
莫叫啊！哎，莫叫，等等，莫叫。这个，点点，莫叫，安叫。莫叫，都是。这个啊，这个，这放下。来，出来走，你听到没有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不要动！警察，手举高，举高！老外，像啊，屌嘞！某事情啊，拄到遐恁十岁几个，若拄你甲我讲吼，你都较乖一点哦。若都去工作做完的吼，那就不用你都用读书，对不对冇？没问题，那就等做事做好了再不用你。啊，拿着，走。啊，你这七条免锁的呢，是看过哦。这个，点点来，哦，安泰爷，懂掉哦。哟，用油俩机哦，一群呢。点，手把风一下呀。好。哦。爹，你看啦，安哥，这句话。哦，当然咯。我到哪位？啊？呀咪到。哦。爹啦，哦，我没看到哦。你是安那啦？搁伫遐摇头角面，哦，连行棋也袂专心行，你遐看，啊，你是啥物代志啦？小杰，他上台北去，大概不回来。啊？不回来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想啥？怎么都不一样。无共款。袂啊，真好啊。他现在去台北，以后要去美国，再来欧洲，全世界跑得远远的。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。袂啦，那也不可能无回来。你嘛回来啊，我嘛回来啊。咱这幸福乡是因的故乡，因嘛是会回来啦。要是真的是这样就好。啊，你那个呢？你讲阮丽君啊？哎呀，不是要出国留学？对啊。你不是在帮他准备？哎呀。他再来嘞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啊，有一天他就干脆留在国外不回来了？袂啦，阮丽君哪有可能啊呢？
你内棍巧巧啊，无像恁小姐啦。我唔知啦，怎么会这样？换谁啊？我是温年杰，然后我是来自于。好，请进。想要自由的飞，飞过高涨的山脉，飞过蔚蓝海，飞过这一切。我想要离开。想要逃脱，我想要逃脱你的掌控，自由的飞，飞过高涨的山脉，飞过蔚蓝海，飞过这一切。你在看什么啊？看你有没有断手断脚。凶巴巴的，刚刚怎么还会被抓？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早就把他们打垮。对不起哦，都是因为我哦，要不然他们早就被你抓起来了哦。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嘴巴这么坏，我想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对，干嘛这样子啊？我是为了救你才会受伤哎，干嘛这样讲？救我？对啊。那是你自己太逊吧？你看哦，刚来到这里，一下被绑架，一下还把一个小孩诱拐去台北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过很多次，小杰去台北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嘛，他要去就让他去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他不去看一看台北长什么样子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跟他想象的不一样？大惊小怪，你讲都听不懂。哎，我听不懂。本来就是啊。我就是太知道一个人对都市的憧憬会让他失去什么。失去什么？你不懂。我也待过台北，在那里，我不希望回想起在乡下的自己，甚至也害怕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。甚至到后来，我爸妈要我回来，我还坚持不肯。后来，我就永远失去他们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Broken my life, just broken my feeling, just broken my self identity.
Please listen to me. Listen what I like. Listen to the music what I like.说的嘛，有摸一下，没问题啊。这个啊，身边的啊，泡好了。稍微情况啊，烫啊，很啊。有啦，挺很的啦。马上来吧。哎，拿这个。这个啊？嗯。鸟山没马贵啊，没安几万。唉，也摆袂歹呢，是啊，非常之多，如果拄到两个细号的啊，有点麻烦。差不多电天公才会处理一下。后面要注意哦。啊，无差啦，做完就啊，一家要处理啦，吼，好，无事啊，吼，有事挨在那联络，为什么？我们两个是啦。哎呦，就这里吃的，来，阿妈吃。人家去钓落啦，难道无困过你啊？台北啊？台北啦。哦哟，台北村势真好啊。很奇怪哦，台北那会钓落那边，你还没做嘛个坏事？一定会做嘛个坏事哦，才会钓落那边。我跟你讲啦，公务员蛮好做的，那以前没公务员眼镜嘛，来领 Q。推下落嚟，也没，推就推，那个前面没分来，你动作哪要做一下些事情？按你的方法不行吗？来第一点，难道不记得？然后是翻你对嘛？那生你的兔子没有钱，那飞也没有钱，你动哪弄吧？哇，你是讲很多嘞，我要嘛。那什么？唔可以摇啊？很直接啊？唔会，我都一家说啦。你讲，好事好局的，你唔会请人来去做啊？那边现在要请头路，你怎么讲？有案件单啊！唉，我按多嘛。对呀，我们上次不是有说过吗？OK， 所以就约下次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喂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刚刚在讲电话。下午2点半。在公司会议室。好，那先这样咯。加油。好，拜拜。
音试的怎么样？你对我说的没兴趣。我跟爸爸变得越来越不一样，爸爸都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。其实你们两个很像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会把好听的话挂在嘴边，而且对于某些事情也都很固执。其实你爸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得罪过小人，现在才在幸福里当个小所长。妈，你真的不回台东了吧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常常回去看你。高唱完，高唱完。你睡着了吗？睡不着啊。搞什么？會有冇？唔會啊，唔會啊。有意思的。那張是個泡面啊。你有冇睇啊？阿媽講捱行啲嘅睇。錯啊！奇怪，你有冇看到佢條路？唔對哦。唔係咧，你送山哈？冇啊，還有阿燕的啊，哎，佢衝薄片的，唔知你安用。哈？家己有用的冇啊？看你來當小記啊。你從細係叫下睇啊？對，就從嚟教中用。按講起來，佢應該對你當重要。奇怪，你有冇看到佢條路？唔對哦。走去山路處，敢有按好穿的，唔要動辛苦。係啊，其實前條路冇簡單啦，遇到不卡人，吃了飽就會死了，那還有一種人，咁樣拼命冒險來做倆紅啊！好呀，唔知少啊，係聲哦。聽講你其實應該就會表演照啦。那點哦？其實人係講嘅啊。唔好按按吼，看你來較定一下。按姿勢。
哎，文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你在干嘛？早点睡吧，坤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。对啊，赶紧休息啊，那么浪漫。别用你无聊的智慧来定义我们的丰年祭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向前！向前！把枪丢掉！刚刚是你打我是不是？是你哦。啊，你不要跟那个哥哥计较啊，他新来的。那一首你